这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初3。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搁15节。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是欠上帝的债。欠债概念是啥物货？就是讲有别人先借你的运费啦、好处啦，还是甲你帮衬啦，甚至讲金钱，必须爱还的吼。伫创世纪的中间，咱看见雅各甲伊的阿舅中间的恩怨吼。看起来好若亲像伊伫阿舅的家内底20几年的工作是伫还债。但是即个债检采是伊逃难了后，去灭伫伊阿舅的厝里的债。但是事实上，照即个经文的记载，伊是为着娶某的投机款吼。最后的7年真正是还债啦吼，就是咧替伊阿舅照顾这养仔。但是实际上，咱来甲看伊的债，其实是欠上帝。因为伊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后来伊就爱付出应该有的代价。同款的概念，另外今仔日的经文伫罗马书的中间，保罗提到伊对伫遮的所有的开花无开花，有学问无学问，所有的人，伊拢欠因的债。但是即个债到底是啥物？其实是福音的债。保罗另外伫其他的记载内底也有提到安尼的概念。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讲伊欠遮个人的债。保罗伊家己嘛安尼讲：我传福音是无啥物通啊夸口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我就有灾厄啊。所以伫保罗的概念中间，伊的传福音是一个号召，是必须爱做的。甚至伊感觉伊若无传福音，就是有罪、有灾厄，是欠债吼。这个是欠上帝的债，因为上帝赏赐伊救恩，呼召伊成做这个外邦的使徒，并且这个债是对所有的人，毋是对人有分别。咱知影伫罗马统治的时代，人是有分阶层的。因此保罗会伫这个所在讲，无论什么人，中文的现代译本讲开化的、无开化，是学问无学问的，拢欠伊的债。伊讲，所以我迫切爱将这福音传互恁，嘛传互恁伫这个罗马的人吼。学本的翻译甲有小可无共款，伊讲较照原文的意思吼。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的人、聪明的人、愚误的人，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情愿来尽我所有的气力，将这个福音也传互恁伫罗马的人。保罗会安尼讲，是伊一直是自认为是一个大罪人的角色，却得到上帝予伊的救恩。而且伊阁成做一个外邦福音的使徒。特别是伊伫提摩太前后书的中间，伊有侪摆来形容家己是一个真大罪恶的人，却得到上帝的疼甲赦免甲救恩。所以伊对安尼知，伊家己是得到上帝的呼召，做基督福音的使者。因此，伊伫咧传福音的即个所在，只要有忽略，伊就感觉讲伊是欠债。安尼讲法其实是一种的心态，毋是一种实际的状态。意思讲，毋是真正实际欠债啦吼。伫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甲咱讲即个咱所得到的恩典是白白得来。但是搁较进一步来说明，讲咱需要白白来舍来摕出去吼。伊伫病人叫死人，搁我
生泰戈病，叫生泰戈病的人诶得到清气，甲鬼赶出去。恁白白得到，也着爱白白互人。伫中文诶翻译中间，即个白白舍去即个舍，并毋是伫汉字了解诶迄个单调无爱。伫原文诶意思是讲是互人，也是讲奉献。所以保罗不但有安尼认知，佮佮伫福音诶工作顶愿意为着福音来受着困逼。伊嘛知影安尼做还佫无够，对上帝来表达伊诶感恩甲报答。最近真热门诶问题就是咱诶前总统李登辉诶代志。伫台湾诶民主化诶过程中间非常诶困难。这也是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伊对上帝遐领袖诶呼召。伊要互所有诶人对国家诶主权有基本诶权利，所有诶无分哦。咱知影伫台湾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伫1949年以后，导难来到台湾，才中国军人占台湾人口约略差不多15%。但是伫蒋经国时代进前，才担任公职诶却占90%。到李登辉总统担任伫行政院诶政务委员以及行政院长以后，台湾籍诶人士担任公职才慢慢接近差不多30%安尼。李总统伫伊诶自我认知诶中间，伊要互台湾成做一个平等、自由、民主诶国家。伊真清楚这是上帝予伊诶呼召。特别是伫1988年，伊忽然间需要接任总统，这个真意外诶代志时，开启伊诶民主改革诶路。台湾真正要对这个霸权诶政治行民主，当然有经历侪摆诶政治顶悬诶争辩，有特别是当权派是既得利益者，因无愿意放弃原来所得到的好处。牧师的角度认为，李总统伊看这个总统的职务是上帝放伫伊手中的呼召，带领台湾的改革的路线，行民主的路，是伊的呼召，嘛是伊欠上帝的债。这是伊必须爱做的，伊感觉伊若无做，是对不起上帝。咱呢？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所在、每一个人，咱拢领受上帝的呼召。上帝予咱的呼召到底是啥物货？咱伫啥物所在欠上帝的债？特别是咱即马伫即个中共即个武汉的肺炎的威胁的下面的咱要应该安怎做？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还有15节。创世纪31章22到42节。罗马书第1章第8到15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欠上帝的债。欠债是什么？就是别人先借给你的。包括可能是恩惠啦、好处啦、帮忙啦，甚至金钱上面的，但是是你必须要还的。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了雅各跟他舅舅拉班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们看起来他在他舅舅家的工作20多年的时间是在还债。这个债或许是因为他逃难住在舅舅家里面的债。但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是因为要娶太太的头期款，最后的7年则是真的像是在还债了。事实上他的债是欠上帝的，因为他以儿子诈的方式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后来他就赔上了代价。今天另外一处的经文，罗马书，保罗提到他对于那些我们从中文现代译本的翻译，他说开化的、没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说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到底这个债是什么债？其实是福音的债，因为保罗也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都是在讲他对福音的呼召是必须的，甚至没有传福音，他就是有罪的，是有祸的，是欠了债的。其实欠了上帝的债，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的救恩，呼召他成为外邦的使徒，并且这样的债是对所有人的，是不能有分别的。在罗马统治的时代的当中，人是有分阶层的，因此保罗才会这样说无论对什么样的人，是开化的，是没有开化的，是有学问的，是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和合本这样子翻译，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会这样子说，是因为他从来，或者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的角色，他蒙受了上帝的救恩，并且成为外邦福音的使徒，所以他在提摩太的前后书当中，自己多次的形容自己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人，却蒙受上帝的爱与救恩。他知道自己是得了上帝的呼召，成了基督福音的使者，因此只要他在传福音上面稍有忽略，他就觉得他已经欠了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实际的状态，或是欠钱啊，或是这样的实际状态。那因为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也这样子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医治之恩呢是白白的得来的，更是进一步的说明我们需要这样白白的舍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舍字并不是汉字了解的丢弃或是舍弃，而是给予或是奉献，希腊文的意思哈。保罗不但有这样的认知，更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愿意为了福音而受迫害，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还不能够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跟报答。最近我们都在谈论李前总统过世的事情。其实他在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他自从上帝的手中领受这样的呼召，他想要让所有的台湾人对国家主权有基本的权利。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后逃难到台湾的中国军人，他占了台湾的人口比例大概是15%，但是在蒋经国先生的时代之前，担任公职的却占了超过90%。即日李登辉总统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及行政院长之后，台籍的人士才开始在公职上面的比例渐渐的接近30%。这是李总统的自我认知，他要使台湾成为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也很清楚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特别是在1988年忽然间的需要接任总统的职务的时候，开启了他的民主改革之路。台湾真正的从霸权政治走向民主，就是那个时间开始。当然，这个当中有很多次的政争，因为所谓的当权派的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不愿意放弃既有的好处。李总统是他的总统职务是上帝放在他手中的护照。
他希望带领台湾的走向这个改革的路，走向民主之路，这是他的呼召，也是他欠上帝的债，就是说必须要做的。他认为他没有做，就是对不起上帝。反观现在我们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不同的呼召。那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呼召是什么？或是我们在哪个方面欠了上帝的债？特别在面对中共武汉肺炎的威胁之下的我们应该要如何做？